大家好，歡迎收睇3分鐘視頻，我係經濟日報嘅李國慶。今日港股表現得都係理想嘅嚇，最主要係追隨呢個外圍向好啦，同埋內地股市發威啊，支持港股今日上升。我今日要同大家講嘅題目係水為財啊！未講呢個題目之前呢，睇睇恒生指數今日表現先。全日恒指咧就升咗123點，收報24902啊！越嚟越逼近呢個25000點心理關口，成交亦都越嚟越活躍啦，氣氛翻嚟啦。今日成交有827億嘅。好啦，頭先講嘅題目係水為財，咁呢個水為財咧都係要由呢個外圍嗰度講起先。嗱，聯儲局主席耶倫咧連續2晚出席國會聽證會咧，其實給予市場一個訊息嘅咧就係押後加息嚇，咁所以就刺激到咧道指持續創新高嘅，星期3晚都再創歷史新高。咁再過幾日咧，就正式踏入3月份啦。歐洲央行咧就會3月開始咧正式買債量寬啦，咁亦都係放水啦嚇，亦都刺激到咧嚇歐洲嗰啲債息係咁跌。以德國股市作為呢個歐洲股市代表嘅話咧，德國股市係持續創咗歷史新高嘅，依家都企喺11200點樓上㗎嚇。咁喺日本方面咧嚇，踏入4月份亦都隨時係會加碼量寬嘅嚇，以抗通縮啊嘛嚇。咁日本股市咧今日再升200點啊，日經指數係收報18785啊，呢個企喺呢個15年嘅高位。總括而言外圍其實咧就係一路都係唔收水或者放水咧，就係總之係水為財啊，股市就繼續一路向好。其實內地嘅市況咧都有啲咁嘅情況嘅。首先咧就係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啦，尋日即係星期3咧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啦嚇，咁就公布就係會採用呢個積極嘅財政政策去刺激經濟啊嘛。咁積極財政政策即係放水啦，係嘛？咁貨幣政策方面咧其實都係差唔多嘅。咁我哋可以睇官方喉舌報上高咧得出呢個咁嘅結論，例如好似《金融時報》呢個人民銀行屬下嘅《金融時報》咧，連續2日都發文就話要抗通縮就咁。亦都刺激到市場預期啦，憧憬咧就係會降準減息咁樣。咁每日經濟新聞報今日亦都報導浙江有23間銀行咧就獲得0.5% 嘅額外降準。其實唔單止23間，仲有好多銀行都係獲得嘅。咁亦都見得到咧，其實真係喺度放緊水。咁所以刺激到咧內地股市今日表現得理想啊！你睇睇幅圖啦，上證指數咧今日升成超過2%嘅，升69點啊，收報3298，一度最高見過3300齊頭啊！咁你見得到好似光頭陽燭嘅升，突破咗呢個下降軌啊！估計咧後市都有力係挑戰呢個之前個高位3406嘅嚇。咁隨時破頂，仲早過上證指數嘅咧就係深證成分股指數啦。你見到佢今日升1.8% 啦已經升收報11750啊，挨近之前嘅歷史高之前嗰個高位㗎啦隨時破頂上升。翻過嚟再睇香港嘅國企指數咧，你都見到一支陽燭突破咗呢個下降軌啊！今日升咧162點升幅有1.35% 嘅，收報12227。嗱，之前嘅高位係12400齊頭，12400齊頭啊！咁依家咧仲爭百零點，即係1點幾個%咧就可以突破之前個高位㗎啦。可能國企指數咧好有機會係快過恒生指數向上破頂嘅。恒指嚟睇其實都唔差㗎個走勢雖然冇國指咁強。嗱，恒指咧仍然保持一個大箱底嘅形態突破咗之後咧喺2月份咧即係早期咧就做咗一個後抽嘅。咁依家企喺25000邊附近咧，準備向上突破。而一旦突破25000咧，就有機會挑戰咧9月嗰個高位25363嘅按呢個箱底量度升幅計咧，應該係可以去到26000點嘅，所以咧係值得向好看好嘅嚇。好啊，咁如果你唔知買咩好咧建議可以諗呢個A50 ETF 啦，兩隻揀一隻嘅話，揀隻南方 A50 咧，今日升幅大啲勁啲咁樣咁今日收13個4毫2，咁一路一大股咧仍然向好嘅揀一隻嘅話咧就中交建啦呢隻咧今日咧升4.7%，逼近之前嗰個高位或者10蚊個心理關口噶啦。咁中資金融股咧，如果揀一隻嘅話，今日揀隻財險。因為佢走勢靚見到光頭陽燭向上突破咗好啦，就嚟到下週就係兩會行情，估計咧就係主題股都會發威嘅咁主題股入邊咧，我就揀水務股，今日經濟日報都寫咗噶啦。咁371呢隻北控水務咧你見得到咁升勢都持續嘅，估計可以上望5個2。
好啦，今日分析係咁多，多謝大家。